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无钱真正是万万不能。国际上，搁再传出地方政府宣告破产的消息。这届是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敢若今年度的财政就欠新台票34亿9400多万。这市政府是无财调负担，正式宣告破产。除了法定支出、紧急需求以外，其他费用暂时是拢无法度支应的。然而，英国的中央政府也讲无法度甲因斗相共。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都会区，人口大约430万，只属伦敦的全国第二大城。不过平均每人的 GDP 只有31500多美金，比全国平均的46300多美金低真多，在英国并不算是富裕的城市。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这摆出现的财政危机，主要是根据2012年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伯明翰市政府在薪水提高甲奖金方面对女性职员明显不公平，所以需要补偿不足的金额，目前累积已经补发的金额超过新台币441亿7800万。那今年度还未发放的金额是有305亿2200多万。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市府所属公家单位的资讯系统年度维修费用达到新台币40亿1500多万。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之下，敢若今年度的财政空缺就有8700多万英镑。根据市议会破产公告，除了上基本的服务加照顾弱势等法定支出之外，其他开销随停止。For anybody who's suffering across the city, you know, anything that impacts them that the council has done wrong, we'll hold up our hands and we will say sorry for. 伯明翰算是工党的大票仓，市议会历届选举会当讲拢由工党摕到上侪席次。目前101席市议员中，工党占稳过半的65席，中央执政的保守党伫遮只有22席。对此，除了中央政府表示无法度斗相共，地方上的保守党议员都批评工党治理无方法。They've been telling the public there was going to be a golden decade to get re-elected, while in fact we now know they built it on fool's gold, where the accounts haven't been signed off and there's no actual allowance made for the debt that they owe. 离后一届的市议会选举也阁有2年半外，这摆的财政危机安怎发展，也需要时间来观察。公司新闻记者陈炳玉。